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5天的共读。今天我们要请瑞泽小组长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瑞泽兄要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阿爸父，谢谢你在这样的清晨，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边，读经，谢谢你，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经文来更新我们每一天的生命，让我们可以继续来仰望你，来服侍你，也一起为弟兄姐妹以及这世界上所有的人，让他们看到你的亮光。谢谢主，请保守我们的今天的读经，也保守我们今天所有的事工。谢谢主，我们这样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瑞泽兄旁边有另外一个那个收听的，要把它关静音或是小声这样子。好，再试一下可以吗？瑞泽兄，你再讲话一下。喂，我把另外一个关掉好了。对，你要把另外一个关掉啊，不能本来想不能两个可以看那个文字比较大，说声音关掉就可以了。对，你把另外一个声音关掉。我把另外一个关掉了。对，声音关掉就好。对 ，OK， 有了，好，谢谢。好，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进入是第4章啊。那昨天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的2章到3章，好，那看见当上帝透过神人来告诉以利的时候，尊重神的神就必尊重他，藐视神的神必藐视他。同时也看见以利他教子无方，所以上帝要另外选立忠心的祭司，来在受膏者的面前天天来行走，也要成为这个受膏者的遮盖。好，那是指君王。那也上帝透过小撒母耳，可以说是第3次来警告以利啊，但以利他却只有说他是耶和华，愿他照他看为好的去做，那却没有再更积极的作为。那我们也看见小撒母耳他长大，那在4个方面表现出属灵的成熟啊。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第4章，那我们先请瑞泽组长带我们来读第4章的第1节到第5节。撒母耳记上第4章1到5节，撒母耳的话传遍以色列。那时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出去迎战。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谢扎营，非利士人在亚弗扎营。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进攻，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打败了他们，杀了差不多4000人。当时，残兵回到营里的时候，以色列的长老说：“今天上主为什么让非利士人打败我们呢？我们到示罗去，把上主的约柜抬来吧，这样他就与我们同在，把我们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于是他们派人到示罗去，把坐在基路伯上的上主万军统帅的约柜抬来。以色列的2个儿子以弗和菲尼哈跟约柜一起来。约柜到达军营的时候，以色列人大声欢呼，连地都震动了。那这里一开始讲到撒母耳的话传遍全以色列，那是什么话？那其实就是我们昨天读到上帝对撒母耳的预言。那这预言不仅是以利他听见了，那甚至连以色列从北到南都知道以利家得罪了上帝。那所以这个第4章就是在讲到撒母耳他所上帝上撒母耳向神人所揭露的事情逐一的来发生。非利士人，上帝是透过非利士人来管教以色列人。那非利士人呢，在创世纪
创世纪的21章，好，那亚伯拉罕的时期，他就居住在非利士人的地区啊。那非利士人，从创世纪的第10章14节就知道他们是从加斐托来的，那是从地中海的加斐托岛。那加斐托岛，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它就是克里特岛，就是保罗在布道旅行要去罗马的路上，好，那曾经经过的这个克里特岛。那他们是从地中海上的民族。那非利士这个名称的意思呢，就是打滚啊，打滚啊。所以我们明天会继续看到非利士人的神庙叫大滚，那可能是谐音。好，那但是这个打滚，好，那可见他们可能非利士人长得不高，好，那在人的眼中看起来好像在地上在打滚一样，但是他们却在巴勒斯坦的地区呢，建立了5个城市。好，那么也会在明天继续看到这5个城市。那他们上帝就让这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那他们双方呢，就在以便以谢跟亚弗好来发起战争。那亚弗呢是属于非利士的境内，好，以便以谢呢是属于以色列或是以色列人的境内。亚弗的意思就是指力量、堡垒或是河床。好，那以便以谢，好，意思是指帮助之石，帮助的石头。那在这个以便以谢跟我们照第7章12节，好，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这个以便以谢呢，应该是在不同的地方，好，但是2个名称都叫做以便以谢。那我们在第4章、第5章看到的以便以谢都是属于在北边，跟非利士人征战的这个以便以谢。那非利士人在这个区域呢，跟以色列人来交战啊。那因为这是上帝虽然从经文来看是非利士人主动发起的战争，但是我们从背后来看也知道，这就是上帝为了要来应验成就他所说的话所带来的一个管教，就如同过去4世纪里面。可以看到有7次的循环，不管是透过非利士人，透过米甸人，好，那这个上帝也是透过外邦人来的这个攻击侵略，来让以色列人要悔改。那第3节，当他们被打败，被杀了4000人，好，那他们就是非常的沮丧，甚至回到他们的军营当中，那就以色列的长老们，所以这里的长老们呢，就提出了一个意见，说今天上主为什么让非利士人打败？我们要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以便以谢这里来，好让约柜能够到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掌。那众人一听，觉得这些长老真的是太有智慧了啊！这些长老怎么想到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们就是缺少了上帝的帮助。好，那所以他们要把约柜从示罗给请来。好，那这些长老的意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就知道这些长老意见呢，好，其实是带来更大的灾难。所以他们就派人去到示罗，把约柜抬来。那所以因为约柜抬来，所以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和非尼哈从第1章就出现。好，那每一章都在讲到他们。那也跟着约柜就一起来到了这个战地上面呢。好，那来到了这个敌人的面前。当约柜到达的时候，到达军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大声欢呼，连地都震动。接着再请瑞哲兄带我们来读6到11节。非利士人听见喊声，就说：“听那从希伯来营中发出的呼喊，那是什么意思呢？”当他们发现那是上主的约柜到达希伯来营中，就害怕说：“有神明到他们的营里了，我们完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这种事，谁能救我们脱离那大能的神明呢？在旷野杀死埃及的，就是那些神明啊！非利士人啊，要勇敢，要做大丈夫，不然你们就得做希伯来人的奴隶，像他们从前做我们的奴隶一样。所以我们要做大丈夫，英勇作战。非利士人拼命打仗，以色列人被打垮了，个个回到自己的家里。阵亡的兵士非常多，以色列有3万军人被杀，
上帝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也都被杀。那他们从示罗把约柜给请来，以便以谢。好，那人心大振，那以至于他们的这个欢呼声呢，好，那连地都震动。好，所以非利士人远远就听见这一群欢呼的声音。好，那他们去了解，原来就是他们的约柜，上主的约柜来到了希伯来的营中，所以非利士人就害怕起来，说有神明到他们的营里来，我们完了。而且我们从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明的手呢？好，那连非利士人都知道，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祸击打埃及人，就是这些神明了。所以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那非利士人是早有所闻。那从摩西的时代一直到撒母耳这个时代，那也经过了数百年。好，在这数百年当中，上帝的作为，非利士人都有耳闻。但是呢，非利士人他们却在这时候呢，死马当活马医，背水一战。所以非利士人奋发图强。第9节他们说，非利士人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希伯来人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了。所以非利士人在认为自己死定的情况下呢，只能背水一战，只能够死马当活马医。所以他们就每一个人就卯足了全劲。那虽然以色列人呢大大的欢呼，那他们认为上帝来了就能够使他们来得胜，但是呢，在那第2场的战役当中非利士人拼了命在打仗，以色列人再一次被打垮，而且逃回自己的家。这一次呢，以色列人阵亡的兵士，光是步兵呢就有3万了。上一场是4000，那这一场是3万。那7倍之多，有7倍之多。而且呢，不仅是死亡更多，甚至连约柜被掳去，以利的2个儿子都被杀。所以在2章34节，前天我们读到这个神人，应该24节，就是这个神人的预言呢，好，那也成就啊。好，那34节神人的预言也成就，那也发生在这一场的战役当中。那所以约柜被掳的事件，这个事情大概是发生在主前的1104年了。大概是在主前的1104，就是在大卫当王的大概100年前，100年前。那所发生的，但是约柜呢，在大卫的时代才被接回来。所以约柜从出埃及记的25章，那26章，那这边开始提到要怎么样来打造约柜。那这个约柜的长大概是1公尺，宽是70公分，高是70公分。出埃及记的25章11节到22节，讲到这个约柜的制作。那所以从出埃及在旷野当中，上主在西乃山上吩咐怎么样来制作约柜。那这个约柜呢，都一直安定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但是呢，却在以利的这个当士师的时代，约柜呢第一次被打败，而且还被掳走。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请瑞哲兄带我们来读12节到18节。当天有一个便雅悯支族的人从战场一直跑到示罗，他撕破自己的衣服，洒灰在头上，表示悲痛。以利心里非常挂虑上帝的约柜，坐在路旁观望。那人在城里把消息传开，人人都恐惧嚎哭。以利听到嚎哭的声音，就问：为什么有这声音？那人也赶到以利跟前报告消息。当时以利已经98岁，眼睛几乎全瞎了。那人说：今天我从战场一直逃到这里。以利问他：我儿怎么了？那人说：以色列人从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我们惨败了。此外，你的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都被杀死，上帝的约柜也被抢走了。
那人提到约柜的时候，以利从城门旁边他的座位上向后倒下。以利又老又胖，一倒下就跌断了脖子，死了。他做以色列的领袖共40年。好，谢谢。那在2个儿子被杀的当天呢，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对父子呢，好，3个人是在同一天，好被上帝所管教。那这一天从上帝预言，甚至说最后一次撒母耳来宣布这个事情的时候，上帝透过撒母耳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撒母耳是12岁。那么回到后面再推算回来，撒母耳这个时候大概是在30岁到32岁，所以小撒母耳的这个预言呢，其实是上帝所传达上帝的话，大概又过了20年。那这里又讲到以利98岁，好，那做士师40年，好，所以以利是在58岁做士师。那可能在78岁的时候呢，就是小撒母耳来向以利来警告，那警告完，上帝还容忍了将近20年的时间，那才让这样事情来成就。好，那看起来好像很久，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因为上帝不惜用自己的约柜，被掳这件事情来管教，所以在昨天读的经文当中，上帝也透过神人告诉以利说，你在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必看见我居所的衰败啊。所以上帝用自己的这个约柜的衰败来让以利学习到功课，但这功课呢已经为时已晚了。那所以这个战役背后以色列人被打败其实是要彰显上帝的管教。那这有一个便雅悯支族的人，所以在这里提到便雅悯支族，那他可能是居住的地区，那他并不是住在这个在这个战争的地方，但是他却是成为这个传报信息的人，那就从战场回到示罗，甚至撕破衣服撒灰在头上，一边跑一边哀痛。那13节讲到以利在示罗等待，说他正坐在路旁的位置上观望，就是在城门口，在城门口，就是或是在城门内来等待观望，而且讲到说他为约柜心里非常挂虑上帝的约柜啊。其实所以以色列的军队看到约柜来是人心大愤，就是非常的振奋。可是当以利知道约柜出去的时候呢，他一路上是非常的担忧，所以以利他也早已经知道是凶多吉少。所以就算以利担任士师这段期间，那他大概也是只能提心吊胆，担心上帝到底会发生什么的约柜发生什么事情。那便雅悯人进来之后呢，进城报信，那全城的人就呼喊起来。所以在以利还没有听到这个信息之前呢，是全城的人都听见。好，那全城人都呼喊起来呢，这让我们想到昨天3章11节上帝透过小撒母耳说，看我要在以色列当中行一件事，凡听见人必双耳齐鸣就是耳朵会刺痛。所以连这个细节上帝都把它彰显出来，就是以利呢在还没有知道约柜的信息的时候，已经听到全城的呼叫。这个呼叫呢不是得胜的呼叫，而是一个凄惨的呼叫，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约柜被掳或是约柜被击败的事情好，所以以利14节说，以利听见这嚎哭的声音，就请人来问。那个通风报信的便雅悯人来告诉以利，所以当时以利是98岁，眼睛全瞎。那所以也是在昨天神人的预言当中都已经讲到，这个以利必眼睛失明，心中忧伤所以这个可能又比小撒母耳的这个话又在更早之前，所以这些话都逐一的应验，而且是在同一天的来应验。那16节就是这个便雅悯人的通风报信。那便雅悯人就叙述，这个不仅2个儿子被杀死，因为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
好，那我们知道这人数是死了3万人，好，所以跟上一场战役来讲7倍之多呢，好，是一个非常惊人。好，那不仅这样子，连他儿子死了，那最让以利震惊的，好，没有料到就是约柜被掳去了。所以18节讲到约柜被掳的时候，以利就从这个城门自己的位置上，所以这个他有一个位置可能是在城门或城门的这个路上呢，他就从椅子往后倒。那椅子往后倒，好，因为第一方面他年纪老迈，98岁，真的年纪很大。第二他身体沉重，好，那身体沉重就是形容他的身体很胖啊。好，为什么他98岁这么胖？好，因为在昨天也有讲到，好，就是他跟上帝都透过神人好来警告他，说他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并且把神百姓所献美好的祭物，那个美好的祭物就指那个脂油的那一块呢，都拿去养肥他们自己啊。好，所以这一切呢都是自己所造成的。好，那所以最后提到以利做士师，以色列人的士师。好，那现在最后一本是说领袖啊。好，那在和本是用士师来称以利。好，那总共有40年。好，那接着再请瑞泽兄带我们来读19节到22节。以利的媳妇菲尼哈的妻子怀有身孕，快到产期。她听说上帝的约柜被抢走，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突然阵痛，生下孩子。她快死的时候，在旁边照顾她的妇人对她说：“勇敢一点，你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她不理也不回答。她给孩子取名以迦伯，并解释说：“上帝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人，指约柜被掳，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她说：“上帝的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因为上帝的约柜被抢走了。”好，谢谢。那第4章的最后呢，看到以利，好，那他有2个儿子，好，那现在他的儿子的太太媳妇变守寡，好，但是在这一段期间也正是以利的儿子，好，就是菲尼哈，好，他的妻子怀孕产期将到。那这个产期将到，但是这个媳妇听见约柜被掳，还有公公跌死，好，她的先生在以便以谢被非利士人所杀死，所以这连续的创伤和这个痛苦啊，同时加在她的身上，又加上自己要生孩子的痛苦，所以这么多的4重的痛苦呢，让她没有办法承受，以至于这个菲尼哈的妻子也要死。20节讲到说，他快死的时候，在旁边接生的妇人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一个儿子啊。”但是呢，这个他完全高兴不起来啊，也没有放在心上，等于他对这个孩子呢，一点依恋，一点恋眷都没有，因为这个痛苦太大，所以他只留给这个孩子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以迦伯，以迦伯。那以迦伯的意思呢，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所以以利的2个儿子何弗尼和菲尼哈。好，那菲尼哈何弗尼有没有孩子，在圣经当中并没有提到。好，那菲尼哈倒是至少有2个孩子。好，那我们在读到14章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个以迦伯还有一个哥哥叫亚希图。好，那在14章会提到他，还有22章也会提到这个以迦伯的哥哥亚希图。好，在创世纪上都还有提到他。好，那但是这个以迦伯呢是没有荣耀，那就是上帝的荣耀离开他。所以这个菲尼哈原来是应该要来荣耀神，因为菲尼哈也是亚伦的后代，那是以他玛的这个家族，他们却在士师的时期来成为这个重要的祭司的职分，但是他们却贪婪，那抢上帝的祭物，甚至把不应该拿去的都拿去，他们还把脂油也占为己有，甚至还行淫，跟这个来服侍的妇女行淫。
甚至父亲的警告神人的警告，撒母耳的警告这样三番几次的警告呢，他们都一点都不知道要悔改所以其实这个媳妇至少应该也是看在眼里那所以我们昨天有提到这个以迦伯是神的荣耀离开，反倒是非尼哈的另外一个儿子亚希图，那他的后代呢，成为扫罗时期的祭司，还有他的亚希图的孙子就是非尼哈的第4代，还成为大卫时代的祭司但是这个亚比亚他呢，在所罗门的时期呢被废掉，被另外一个祭司撒督给取代。那这个撒督是谁的后裔呢？也是非尼哈的后裔。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2个非尼哈。那非尼哈的妻子她怀孕，另外一个非尼哈呢是更早。那这个要回溯到民数记的25章，在民数记的25章呢讲到了这个25章到29章呢是讲到了这个跟非尼哈另外一个非尼哈更早的非尼哈有关的事情那这个事情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非尼哈呢他为上帝有一个忌邪的心，所以呢他看见这个巴兰先知巴兰那他怎么样用计谋他3次去咒诅以色列人那咒诅不成功，所以他就用了诡计那这诡计就是让妇女进入到以色列的阵营当中去跟以色列人来行淫，甚至是在会幕的前面那就在会幕的前面呢也行淫，所以非尼哈看见了这样子的恶事呢因为这个非尼哈是亚伦的第3个儿子以利以撒的儿子等于是亚伦的孙子非尼哈，他看见这样的恶事呢所以他就用矛去刺杀了这个在帐篷内行淫的男女所以非尼哈为了这个神有忌邪的心。那这个非尼哈后来上帝知道，摩西知道，上帝还跟非尼哈立约说跟立的这个约呢叫做平安的约所以上帝说他要把平安的约赐给这个非尼哈，民数记25章的非尼哈，使他跟他的后裔永远做祭司即便中间有一段时期是亚伦的另外一个儿子的后代做祭司就是这个以利的后代，但是呢到了所罗门的时期又换回来变成是这个非尼哈的不知道第几代来回来做祭司。那这是一个祭司的职分，而且这个职分被称为平安的约。这个平安的约呢到了耶利米书29章那上帝也透过耶利米说，上帝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耶稣也说约翰福音14章，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那所以这个传递平安呢在过去是祭司所以以利曾经也让哈拿觉得平安就是愿耶和华应允你所求的你可以平安的回去那所以这是祭司的工作那甚至以利还第2次为哈拿祝福，愿上帝赐给你更多的孩子。所以基督徒也是君尊的祭司也要将这样的平安的约来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要把平安能够传递给别人即便我们身边还不认识神的人，外邦人，这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不认识神的平安但是基督徒认识这份平安，就要把平安传出去那这个是所谓的非尼哈之约是在民数记25章。所以民数记有个非尼哈，到了撒母耳记上有另外一个非尼哈这2个非尼哈呢的后代都是在亚伦的后代当中也都担任了祭司但是一个是有忌邪的心的非尼哈一个呢却是放纵肉体放纵情欲的非尼哈那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胜败全在乎耶和华这句话是在撒母耳记上17章47节，就是大卫面对歌利亚的时候，要出去跟歌利亚征战的时候所说的话名言。那这个胜败呢应用在今天的这个以便以谢
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征战呢，上帝故意让这个战争打输，其实背后是要来满足上帝的公义，所以上帝为了公义呢，他不惜用战败来管教他的百姓，甚至不惜用约柜被掳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战败了不见得是坏事，因为上帝为了要管教他的子民。那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第一次打战战死4000，但是约柜来了却战死3万，所以是要以色列人去反省学习的功课，也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还有以利其实早早就知道自己儿子的下场，可能20年前或是40年前就已经知道，但是他却没有料到约柜被掳这件事情，让他完全的惊吓。在他98岁应该要安养天年之时呢，却成为一个大悲剧。那最后我们也看到菲尼哈的媳妇，就是菲尼哈的这个儿子以迦伯，那这个他的出生呢，出生的的时候呢，妈妈也死了，爸爸也死了，阿公也死了，那整个全国的以色列百姓上下呢，大家的心都死了，因为约柜被掳去了。所以他的出生来到世上，对照小撒母耳他的出生的时候呢，感觉更加的悲剧，真的是更大的悲剧。那一切在于没有听上帝的管教。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上帝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当我们有听到你的话，我们的心觉得刺痛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代祷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早早的来悔改，应当要警醒，应当要来回转向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软弱，怜悯我们一切的不足，也帮助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来照你的话，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今天虽然我们不是借着约柜来敬拜神，但是今天神你的约柜已经成为耶稣基督献上那最美好的祭，我们以耶稣基督成我们生命的救主，同时也要将这一份的平安能够成为一个君尊的祭司来分享给人，让我们四周围的人、身边人都能够领受到这份从天而来的平安。求神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瑞德兄，谢谢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